你有冇試過為咗一段感情放棄咗自己好多嘢，自己嘅夢想、事業發展，甚至乎朋友圈，將所有時間同精力都投放喺對方身上？你以為呢一種全心全意就係愛嘅最高表現，但最後換嚟嘅可能係滿腔怨恨同委屈。你開始諗，我為你犧牲咗咁多，點解你唔珍惜？其實問題唔係出喺對方身上，而係你對愛情有一種根本嘅誤解。你以為愛情可以成為你人生嘅全部，但真相係愛情只係人生其中一部分。真正令你愛情豐盛嘅係揾到自己嘅天命。大家好，我係 KK 師傅，我係 IG 經營愛情玄學諮詢服務。我會喺呢個 channel 同大家一齊讀愛情心靈書，結合我嘅玄學經驗，幫大家喺書中學到嘅實戰技巧，再應用喺自己感情度。星期一至五朝頭早8點鐘，我都會準時喺度陪大家。今日要講嘅第5個法則係自己嘅使命。作者 Jay Shetty 話：我哋文化入邊有一種好根深蒂固嘅迷思，就係將伴侶放喺第一位。呢一種就係愛嘅表現。電影、情歌、小說成日都灌輸呢一種浪漫化嘅概念。你係我嘅全部，為咗你，我可以放棄一切。但作者話呢一種心態長遠嚟講係會令關係慢慢走向崩潰，因為當你為咗愛而放棄自己嘅目標同使命，你其實唔係真正服務對方，而係犧牲自己。服務嘅意思係指你已經活得好充實，有自己嘅使命同目標，由呢一個豐盛嘅狀態出發，然後再支持同愛對方。但犧牲就係放棄自己嘅夢想，委屈自己去成全對方。長遠嚟講，不停嘅犧牲最終會累積成怨恨同不滿。作者分享一個例子，好多時佢輔導嘅客戶會聽到一個女人為咗支持男人嘅事業，放棄咗自己工作，全力喺屋企照顧家庭。一開始佢覺得自己係出於愛，心甘情願。但幾年之後，男人嘅事業越做越大，佢就越嚟越空虛，越嚟越憤怒。佢開始怨恨對方，覺得自己嘅犧牲冇被珍惜。呢種感覺唔係因為佢唔愛對方，而係因為佢失去咗自己嘅使命。作者將使命解釋為你最擅長做、最享受做，同時又能夠幫助別人嘅事情。作者提出人生有4大追求。第一，使命同目的。你嚟到呢度做乜嘢？例如有啲人天生中意教小朋友，就算老師人工唔高，都覺得好有意義、好有滿足，因為幫助下一代成長就係佢嘅天命。第二，工作同財富。例如努力工作、投資置業、儲錢為屋企人，提供穩定生活經濟保障，令自己同屋企人有安全感。第三，快樂情感連結。例如拍拖、享受婚姻、家庭溫暖，同伴侶一齊旅行，或者培養自己嘅興趣愛好。第四，靈性自由同解脫。例如透過冥想、讀經，或者經歷人生低谷之後，逐漸看透世事，內心變得平靜自由，唔會再被名利同執着捆死住。呢4樣嘢缺一不可。但好多人感情出現問題，就係因為佢哋將愛凌駕喺使命之上，以為愛情可以填補人生所有嘅空缺，結果當愛情出現波動，就覺得成個人崩潰。作者用咗一個有力嘅科學研究去 support 呢一個論點。哈佛大學進行咗一項長達75年嘅成人研究發展，追蹤咗724名男性嘅一生。研究發現，對人類幸福感影響最大嘅因素，唔係財富、明星、社會地位，而係關係嘅質素。更重要嘅發現係，最幸福嗰班人唔單止有豐盛嘅人際技巧，同時都有清晰嘅人生目標同使命，兩者缺一不可。作者同太太話，佢哋結婚之前已經互相承諾，佢哋會永遠支持對方，追求自己嘅使命，而且唔係講講下，仲係認真貫徹到底。例如每一個月佢哋會留出一個完整嘅週末，完全唔工作、唔玩手機，專心陪伴對方。佢哋會一齊冥想，一齊發展靈性修行。作者話喺口頭上同意呢啲理想係唔足夠嘅，仲要有具體可行嘅方法去實踐先可以。如果你伴侶有個夢想，例如想轉行、想創業，但你覺得好有風險，點算好呢？作者建議你要誠實分享自己嘅憂慮，但同時都俾對方感受到你真心想幫佢實現夢想。當你哋一齊去解決問題，呢一個過程本身就會令到關係更加牢固。但如果兩個目標互相衝突，點算好呢？作者提出咗4個方案。第一個方案，收工之後或者非核心時間去追求，兩個人都係正常工作時間之後，先抽時間做自己嘅使命。第二個方案，
暫時優先其中一個目的，有一段時間先集中支持其中一個人嘅夢想，之後再調翻轉過嚟。第三個，輪流優先對方嘅目的，今年先支持佢嘅夢想，出年就輪到佢支持翻你，一人做一年。第四個方法，同時追求兩個目的，如果兩個夢想都可以並行，就一齊去做，互相鼓勵。關鍵唔係比賽邊個夢想更重要、更成功，而係雙方都願意以對方嘅目的為優先，一齊 brainstorm 解決方案。呢個位要加插玄學角度去解釋，其實同八字入邊嘅用神同格局有好大關係。喺八字命理，每一個人嘅命盤都有一個格局，代表你人生嘅方向同使命。例如正官格嘅人，天生適合領導同管理；食神格嘅人，天生有創意同才藝，適合行藝術或者做 freelance 嘅路。呢個格局就係你嘅天命。如果一個人違背自己格局去生活，例如一個食神格局嘅人，被逼做一份沉悶嘅行政工作，佢就會覺得好空虛、好鬱悶、大材小用。喺呢一個情況，佢哋可能會更加執着愛情，希望透過伴侶嚟填補。但作者同玄學都同時提醒我哋，伴侶係冇辦法填補你嘅空缺，只有當你活出自己嘅格局，你嘅能量先會得到真正嘅充盈，你嘅愛情先會更加圓滿健康。作者喺呢一個章節總結咗一句：你首先將自己嘅人生使命放喺最優先嘅位置，先照顧好自己嘅夢想同目的，同時都要尊重伴侶，將佢嘅使命放喺第一位。當你哋兩個人各自活得充實、有能量、有方向之後，再選擇行埋一齊，就會變成兩個豐盛嘅人互相扶持，就好似兩棵已經開花結果嘅樹，各自根深葉茂之後並排生長，咁樣先至可以互相遮陰、互相滋養。如果其中一棵樹因為想靠向另一棵樹而放棄自己嘅陽光同土壤，最終兩棵樹都會枯萎。總結今日嘅內容，愛情唔係全部，一段真正健康嘅關係係建立喺兩個各自擁有嘅清晰使命感之上。唔好為咗愛情而犧牲咗自己嘅夢想，因為最後你好大機會會怨恨對方。如果你聽到呢度發現自己唔清楚人生使命係乜嘢，又或者你喺感情入邊付出咗好多，但係覺得好空虛、好迷失，歡迎去 IG 同 KK 師傅預約一個奇門遁甲諮詢，我會幫你睇下你嘅使命係乜嘢，你嘅感情應該點樣行。我哋下一集見，拜拜。